或是听到的都蒙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也用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的话语。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有关耶稣的比喻，这一段是马太独有的。耶稣私底下也是耶稣私底下给门徒讲解的。他讲了3个比喻，一个是隐藏的宝贝、宝贵的珍珠，还有撒网捕鱼。这3个比喻都非常的简短，连同上主日撒种、稗子、芥子跟酵母的比喻，一共有7个。马太是用完美的圣经的数字来完成天国的比喻。然后呢，耶稣在这个比喻简短的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耶稣他喜欢用日常生活的事物做天国的比喻，因为非常的具体、切身，也容易了解。耶稣的宣讲的时候，会引起人设身处地，犹如身临其境，所以会产生反应。所以我们对耶稣说：“你们明白你们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吗？”其实耶稣对那7个比喻做一个整体性的反省。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这段经文的解释，然后我们后面来想到如何应用。我们首先来看宝贝和珍珠的比喻，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这段故事其实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都会引起当时的人感到愤怒，了解吗？我们上礼拜的也是，来这里讲到什么？有一位雇工人，那他是个雇工，临时工，他自己没有田地，在别人的田地里工作，却偶尔发现了地里面竟然藏着宝贝，主人全然不知道，所以那个人十分的狡猾，他没有告诉地主，他立刻把它埋得更深，然后迅速把他家里的家当、房地产什么东西能够被卖的全部都卖光，然后凑足了资金，去欢欢喜喜的去买那藏宝地，然后把这个宝贝据为己有。这个是做天国的比喻吗？这样的人能够配进天国吗？请注意，耶稣基督不是聚焦于这个人道德与否，不是在讲道德故事，他讲的是天国。他表达这一位临时工无比的喜乐，而且跨出一步，变卖一切买那块地。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保障、喜乐跟付出一切。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初世纪的人，他们在耕种或者挖井或者建造房屋、挖地基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宝贝，因为当地战争频仍，所以人艰苦流离，为了避免被偷、被抢、被劫，所以他们就挖地藏宝藏。那个物主可能早死，或者忘记，或者变卖土地，而无缘去把它取回。根据犹太的法典他勒木说，发现者即使买了那块地，他也要寻找失主，如果没有人认领，要公告7年，他才属于买地的人。所以那个人不道德的据为己有，变卖一切买下那块地，所以这个人付出的代价还蛮大的，因为他短期内不敢去挖那个不属于他的宝贝，一挖就被人家打脸，对不对？然后呢，又断绝了他维持生计的来源，因为房子也没有了，家当都没有了，
然后工作呢，人家因为他买了就省下那个地，所以在这里讲到是他付出的代价。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你们发现耶稣专门讲那个让人家匪夷所思，然后提出那个教训。第二个比喻是提到那个贪得无厌的商人，因为圣经上对于商人的形象都是消极的比较多。那这个人是不断跟前面那个不一样，那个人是偶尔挖地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人是不断的努力去寻找那非常罕有、价值连城、完美的珍珠。他真的找到了，他就狠心的把他所有的商品全部出清，然后就最后他一无所有了。买下这个，然后他一无所有，但是他拥有掌珠在手中把玩。他有艺术家那种忘形的喜悦，他别无他求，他觉得这是我这一生最值得、最胜算的一个交易或者投资。好，这段圣经我们谈完了、解释完了，我们再看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可能有3个面向：一个是宝贝的价值，宝贝的价值；第二个是这就说意味着天国的价值；第二个是寻找到宝贝的喜乐。第3个强调的是要为天国舍弃一切，所以这个雇工人是一个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现宝贝，商人是刻意寻找的时候，但是这2个人都充充满满的喜乐，所以他们都付出代价，肯变卖一切去买下他们所发现的宝物。就文化背景而言耶稣讲这一对比喻就会很震撼人心，因为觉得这是耶稣讲比喻的策略，故意那个凿破混沌，发人深省。为什么呢？那耶稣不惜采用那个负面的形象，其实路加福音也有那个无义的管家嘛，也是负面的，好几个。你看那个撒种的，不是那个芥菜种，也是负面的植物。对不对？酵母也是负面的植物。那耶稣都是为什么讲这个负面的形象？其实他说这么狡猾的人，耶稣有没有讲过，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还要怎么样？还要聪明。所以耶稣讲这一类，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就很不服气，他有一个传道人从来不讲人家坏话，结果呢，有2个年轻人就说好，我们一定逼牧师讲出那个坏话。来，牧师，你觉得魔鬼的看法呢？他说魔鬼他是个勤勉的老家伙，他做事勤勉，对不对？魔鬼是不是座位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所以魔鬼的工作是夙夜匪懈，使勤使勇，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一直控告你，对不对？他这个工作很勤奋。这个蛮有趣的。好，耶稣就故意讲了负面的形象来激励人宣扬天国。你知道吗？这个人不理讥讽跟媚视，我们要学习那些唯利是图的俗人。这些人的优点是义无反顾、全力以赴，而基督徒拥有天国的珍宝，却怎么样？稀松平常，不以为意。今世之子拥有今世的东西，那是暂时的、自战自清的虚荣。我们拥有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我们却不稀奇。耶稣是用这种反讽的对比，所以耶稣很幽默如果找背景就知道。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要找到上帝并不难，因为上帝就在那里，而且他先找我们。但是我们要发现，就要有智慧而有果断的去割舍一切，以上帝为生命的中心，并且跟随他。正如那变卖一切买下地宝跟买下珍珠的那2个人。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第二，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是强调天国的价值超越一切。这一对的比喻第一个说出来的是那个人是令人惊喜万分，因为他无意寻宝，也无意挖宝，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就挖到了。你们发现，他就一发现就乐意变卖一切。第2个人是千辛万苦，对不对？那个千辛万苦去寻找举世无双的珍宝，然后找到了，他就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变卖一切。
这两个都在凸显天国的价值，值得我们为了它割舍一切。那个寻找天国的人，天国是唯一绝对的珍宝，跟随耶稣基督是最大的财富，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变卖一切来为服务天国。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撒网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就是各样的鱼类。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上剪好的，放在器具里，是指着那个有鳞有刺的可以吃的鱼啊。好，把不好的，就是不洁净的鱼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这个比喻哦，跟那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好类似，都提到一个奥秘，就是为什么善恶并存，上帝为什么不把恶人除掉？哦，而且处处如此，连教会也有，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哦，善恶并存，有些人又因为这样就不来教会了。他说教会很多人都假冒为善。我说对，教会的确有假冒为善。他说我才不参加嘞。我说哦，那你很好。请问你会不会因为有假钞就不用真钞？钞票我从此不用。啊，有蒙古大夫，所以我医生都不看。有假药，所以我所有药都不吃。你会不会因噎废食？当然不会嘛。所以教会里面有这实在是个奥秘，我们将来见主面才知道。那这两对比喻哦，都说到天国的末日，而且说及天使的鉴别，区分善恶，然后到末日的时候才完全分开，不再混淆。然后审判就把审判各得其所。马太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威胁引起恐慌，而是强调天国的礼物何等贵重，人要果断坚决的回应，这才是真智慧。有一次我妻子她拿一个东西说：“哎，你看怎么样？”我说：“有智慧。”然后她就放下来，我说：“果断。”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宣讲天国的时候，他期望网罗一切，但是人人都有机会。但人是否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结果发现教会中有真信的，也有假信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在警告，那只有把天国当作珍宝或喜悦的人，只有真正领受上帝话语又去实践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初代教会里面有很多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也有名不符。对不对？名不符实的基督徒，所以马太就用稗子跟撒网的比喻来警告人要真正的悔改。所以有些人是基督教的教徒、聚会的会徒、礼拜堂的堂徒，其实糊里糊涂，对不对？他没有真正的信主。真正的信主是要悔改归正，否则我们难逃上帝审判的烈火。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现在整天在盯这个是不是真基督徒，不是要我们判断人，而相信上帝是宽广仁爱的，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严厉的。好，所以我们要因为他的慈爱而感恩，因为他的严厉而敬畏。好，接着我们来看比喻的结尾，51节跟52节。耶稣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好，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耶稣讲完话以后问说：“你们明白吗？”这是整个13章7个比喻的总结。而且这个门徒呢，他们有幸获得耶稣的启蒙指点，所以他们能够一窥堂奥，就回答说：“我们明白。”好。明白了以后，耶稣就讲了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意思就是你们12个门徒，你们听了我的话语，你们成为天国的门徒，但是你们不但听了要明白，而且还要
学习怎么样宣讲出去，像文士一样。那文士是什么人呢？要像文士一样。好，所以这段结尾很有趣。他说：“你们要提出新的跟旧的东西，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特色。马太福音不会扬弃犹太人的信仰跟传统，然后呢，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信仰的传统里面灌入新的精神、新的气象、新的活力。所以心不废旧，旧不弃新，他掌握了恰到好处。我想这也是卫理公会的精神。卫理公会在当年创办的时候，卫理公会不会像圣公会一样，都是贵族、达官、显贵聚集的教会，也不像长老会跟浸信会那些独立教会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教会，而卫理公会是当时最弱势、最贫穷的人信主了。但是约翰卫理士说，你们这一些人要成为社会的典范，成为教会，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教会的典范。所以卫理公会在第2代、第3代几乎都从目不识丁人变成学者，变成中产阶级，变成富足的阶级。所以以至于他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变成在美国的大学学术在出版这个方面都有非常的影响力。好，那我们来反省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我们简单解释了，我们就来反省。第一个，我们来反省认识天国有2种 approach， 有2种进入。第一种，这2个上帝启示说我们有不同的方式，你知道吗？那一位在田地里面挖到宝贝的人，那个田地就是他工作的日常生活工作的所在。这里象征着上帝就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所，譬如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职场。上帝不是在那个神圣不可企及的地方才会显现，上帝天国的宝贝就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发现，我们也不用刻意去寻找，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细腻的观察，上帝的作为就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用经历那些超自然神奇的经历，他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上帝，所以因着上帝的同在，生命中的一切就赋予新的意义，充满了趣味，值得我们细心的珍惜跟认真的过活，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契机。好，这是第一种进入。而第2种呢，是千方百计四处打听才寻获那个珍珠的人。那这个人很像什么？很像有一些人就是对基督教提出很多的批判，对不对？而且诘问，然后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对不对？这种人经过长期的思考探讨人生的意义，然后读了好多的书，然后接触了许多的宗教，走过不少的弯路，最后他可能透过某一个契机，他信主了。因为耶稣说：“凡寻求的就必寻见。”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好，不管哪一种，上帝都使用这样的人，上帝都使用这样的人。好，那我们来了解到底天国是什么？这段圣经，商人在寻找珍珠，代表心里面深沉的渴望、需要，或者叫做终极的关怀。人生其实有好多的渴望。其中最渴望的是想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对不对？生就是因为人生常常会遇到生命短促无常，所以渴望永生，渴望永恒。人情世故的冷漠，所以我们渴望真爱，渴望被人家无条件的接纳包容。有时候我们生活苦不堪言，无语问苍天，所以这些人生基本的问题，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刺激人去寻找人生，那寻找解答，就好像那个寻找珍珠一般的人。所以，那天国是什么呢？
原来天国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上帝拯救这世界的计划，上帝的慈悲、怜悯、眷顾、应许跟要求。所以耶稣为了这个就降生，而且在世上医治、宣道，然后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死了以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他耶稣的宣道、医治、降生，他的一生就解决我们生老病死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人生都想问：我活着为什么？对不对？我以前也到处问人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结果我们老师说蒋公说，我就立正，人生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有没有听过那句话？我们小时候啊，我跟他讲说，那干嘛啊？那我去养鸭子好了，这样让产生很多宇宙记起的生命。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可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并且利益众人。老呢？其实我很年轻呢，我觉得我很年轻。有一次我去国中，去寿汉国中找我女儿，他们班上同学说：“你哪公公来催你啊？”我就说：“我还没成功，我是因爸啦。”我说：“爸爸，我还没成功呢，还没成为阿公。”其实人生老是乐活，活一天就乐一天，活一天就做一天，做一天就乐一天，乐一天就准备移民到那一边。好，人生成熟于天父的怀中，并是以基督一同受苦，死的时候是安息在主怀里，得到善终跟永生。所以，我们生死的问题，因为耶稣为我而死，所以我要为他而活。我人生仅此一生，不虚此生。我明年12月就退休了。我最近都在想，我退休以后做什么？我算一算，大概台湾人民男生平均76岁，我大概剩下11年。好，所以在数算日子，怎么样来为主而活？你有没有发现，天国的满足人心最深的渴求，永不衰残的爱，永不褪色的爱，是支持痛苦者的声音。天国是上帝真爱跟恩典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回应。好，第3个，我们来想一下，寻找天国的喜乐。其实耶稣这一对比喻在问我们：天国真的是你我的保障吗？信仰耶稣基督是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是找到天国，真的如同发现珍宝那样满足吗？你是我甘愿为耶稣基督撇下一切。所以这个撇下其实不是牺牲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把那自战自亲的苦楚，要换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然划算嘛，对不对？他变卖这2个人变卖一切要买最珍贵的，当然划算。所以门徒要学习他们2个人欢欢喜喜的割舍一切。因为我们所割舍的是我们所不能拥有的暂时的。你有没有发现，人生都要经历死亡，人生所有经验当中，人生无常啊，但是我们人生都变化无常，但是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死，同意吗？而且我们活的人没有死过，死人也没有活过来，所以我们死亡对我们来说最陌生的，对不对？最确定又最陌生。而且死亡使我们亲如夫妻，还有亲子都要关系要割舍，所以这个一割舍以后，而且我们拥有的地位啊、财富什么都要松手，都要放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把这暂时的换上那永恒的，把这虚荣的换上那贵重的，是划算的。所以这里就是耶稣透过天国呼召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与上帝团契相交，与我们的邻舍彼此相爱，这是何等的喜乐！所以要我们放弃这一切，这个交换实在是值得，而且这种赚取是无与伦比的。好多人为什么生活那么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定位，跟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事实上，
上帝的计划就是爱跟团契，是充满生命的计划。所以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可以满足。”所以这段故事除了告诉我们天国的进入，天国是什么，然后天国的喜乐，并且最后一个要我们为天国而委身，为天国而委身。所以，上帝尽管按照他的计划呼召我们进入他爱的国里，可是他并不强迫我们，他让我们有自由的去发现，并且去接纳他的计划跟他的本身。所以，我们要把上帝当作我们人生唯一的保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把它放在我们生活的首位。所以，我们的文化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我们所有文化都只有把我们带到对父母的敬畏，敬父如天，敬母如地，乳猪子孙也必如此，都把我们带到君王的崇拜。中国的文化的君王是 Son of Heaven， 只有天子具有上帝的形象，好特殊啊！圣经上所说的人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跟整个世界文化完全对抗。日本人认为天皇具有 Son of Sun， 是太阳神的形象；埃及的法老认为他具有太阳神的形象；罗马的凯撒具有太阳神的形象；那个巴比伦王马杜克认为他具有月神的形象，唯独圣经说人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在明帝国的时候，天主教他们在祷告那个天主经都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被抓去杀头了。你称天为父，那你岂不是成为天子？所以中国文化里面没有人敢择天为天为大，为尧则之所以我们只敢择尧择舜对不对？什么有一个人叫张择尧，什么我同学叫妙书舜，说择尧择舜人人皆可成尧舜，不能人人皆可成天子，对不对？而基督徒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对不对？人人都可以择天，中国人只有一个武则天敢择天，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择天，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儿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第一个比喻只有一节，但是它含了5个动作：发现、藏起来、去、变卖、买。你有没有发现，这真智慧的人最果断，一发现目标就付诸行动，毫不犹豫，全力追求这最高的目标。耶稣要我们认出这个天国至高无上的价值，鼓励我们迅速的做决断，迫不及待、毫不妥协的全力去领受。这我就想起有一个人，他在悬崖那边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掉下去了。一掉下去的时候，他傻了，怎么掉到那个千古悬崖里面？他就乱抓起来，一抓到一棵松树，他就感谢主，他说：“主啊，救我！”结果主耶稣出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请你救我。”结果他发现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根一直在冒土泡，那个土泡越冒越大，他汗也冒得越大。主啊，赶快救我！主耶稣说：“请你把它放下。”他说：“不行啦，只剩下这棵松树而已。”他说：“放下。”他说：“好。”他说：“放下，放一棵，放一只那放左手那更累，更大。然后再放下，他又放着，然后最后放下，他放的剩下一只，一根的时候呢，压力更大。主耶稣说：“放下。”他一放下，才发现他离地只有2公分。当我们把这些想要抓持的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撒网的比喻。耶稣补充最后审判的比喻，如同撒网会抓到鱼，所以教会里面呢也有各种的人，外表看起来像基督徒，事实的真相只有在末后的审判才昭然于世。换句话说，这句话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要警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
要坚定执着。那些接受上帝所拣选的人，就应该对上帝的拣选回应的人，就应该放弃旧生活，而活在上帝的爱中，并且把上帝放在他生命中的首位。所以圣保罗说，上帝召我们来是叫我们称义，既然称义，又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一些人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又领受上帝的荣耀。可是要领受这样的因信称义跟荣耀，我们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回应。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审判不对上帝来说是一个爱的行为，是爱要审判我们，我们将来也要因着爱被审判。上帝彻彻底底的尊重我们的自由，上帝把对于爱有无来审判我们，因为地狱就是爱的缺乏。好，最后一个我们来反省那个文士受教这一方面，我们来学习。在这里很显然，耶稣基督问门徒说：“我所讲的你们听得懂吗？明白吗？”他们说：“我明白。”门徒一回答明白了，马太这里肯定门徒不但明白耶稣所说的、所讲的，他们也领受了天国的奥秘，而且他们领受了天国的奥秘。今天耶稣也在问我们：你明白这天国的比喻吗？这也是对我们教会提出了邀请，邀请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圣经，运用圣经，并且解释天国的比喻，然后把我们所认识的教导出来，并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所以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导师，所以我们要开始教导。那因为我明年就要退休，我在想说我能够留给荣光堂什么？我最近就一直在有个祷告，我是很想把荣光堂呼召差不多12位，能不能愿意跟我一起学习，把圣经从圣经的认识圣经、圣经导论、读圣经的方法，到红本、绿本、紫本、金本，我有系统的把它查了，以后成为一个圣经的宣讲者。然后呢，我们也想呼召一批人来从要理，所谓要理就是使徒信经、主导文、十诫、八福，然后到教会历史、教理史，到系统神学，这样子，然后成为一个要理的教导者。另外一个是呼召一批人来教导恩句 （Myths of Grace），如何读经、祷告、灵修、崇拜等等等，然后开始成为这样的。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身份是非常的珍贵。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吗？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如果我说这个人像小孔明，哇，他有孔明记、孔明的智慧，对不对？我说哇，这个人小西施，像西施那么美。那我们呢是具体而为的小基督。换句话说，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被抹了油，在十字架上又按手，其实我们就是小基督。小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小先知，是上帝圣言的聆听者、领受者、分享者、实践者。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教师，不是成为教师就成为学生。第二个，我们是小祭司，祭司是在上帝面前代祷、祝福、献祭，并且敬拜的人。所以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个灵修者，成为一个祷告者，成为一个祝福者，成为一个代祷者。第三个，我们基督徒是先知，是小君王。小君王就是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所以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经营婚姻，怎么样经营事业，怎么样经营自己的时间，怎么样经营自己的财务，成为一个容神益人、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这是我觉得我在最后这1年半一定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开始让荣光堂整个转型。我们希望在主日崇拜一结束，我们教会马上分成，我们现在分12个小组在分享，我们马上再分起来，就变成教导要理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恩句的，这样整个全部教会人都接受装备。
然后我们白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制服艺人学院，引导社区的人加入我们的教会，然后晚上就小组变成牧养的。牧养的时候，我们重点是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然后把几个基督徒一组，然后把慕道友邀请过来，这样子变成白天晚上得人，礼拜天造就人，然后再差遣人出来侍奉，成为生生不息。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因为文士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兴起专门研究律法的专家，然后呢，耶稣基督就呼召你们12个门徒，以后你们要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教导者，传承下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说：“我儿提摩太呀，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要理，我们怎么样传讲出去？所以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去当比喻中的家主，拿出新东西来。意思就是，天国并不否认我们的文化，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文化做批判性的传承？那个东吴大学的创办人叫林乐之博士，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讲了2个口号，我非常的欣赏。他说，中国人要对中国文化做批判性的传承，美好的文化要传承下来，不好的就不要。但是对西方文化要做创造性的模仿。那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兼容并蓄。中国文化在越强的时候，都吃胡瓜、弹胡琴、唱胡歌、穿胡服，听过吗？对不对？汉朝跟唐代啊，中国人最弱的时候呢，就建佛骨，哇，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挥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开始排外。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整个大环境跟文化做一个批判性的传承，然后在这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把福音在我们当代的生活跟实况中不断的重新宣讲，产生新的动力，把耶稣基督古旧的救恩信息，让它永远长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渴慕你。透过这3个比喻，帮助我们珍惜天国，认识天国，并且为天国而喜乐，也为天国而委身。主耶稣啊，我们也恳求你，在高雄卫理堂兴起更多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使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教导的教会，传承圣经的教会，装备更多的信徒，成为教导者。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传扬者。愿主你的荣美来赐福高雄卫理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